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这是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平台。如果您也是一名语言爱好者，那就记得订阅吧。在这里，我们的语言呢，主要以英语、哈萨克语和汉语为主。那讲到我们的教材呢，首先我们要开始的是初级教材。教材是本人根据7年的教令精心设计和编制的内容。内容由浅入深，贴近生活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初级教程的教材分为24节课，我每周会进行3次课程的更新，分别是每周一、每周三和每周五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每一节课程呢，都会有2个视频，第一个视频是教学内容，第2个视频呢是和教学内容相关的情景对话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连续观看哦。同时会在 Insta 上发布和当天课程相关的内容，还会有一些更加有趣的知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同时关注我的 Insta， 包括学生们当天做的作业呢，也需要在 Insta 上以评论的方式交作业。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有所收获，记得每天按时坚持看教学视频。即使是后来加入的学生，只要从头观看视频，跟上进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在最后呢，因为是起初阶段，所以不管是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是我的 Insta， 都超级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周围有需要的朋友。还有一定要记得设置小铃铛，这样每当我有更新的时候，您会第一个收到信息。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第1节课见。拜拜。